路加福音23章32至33節、39至43節。又有兩個犯人一齊同耶穌被帶到嚟處死，到咗一個地方叫做髑髏地，就喺嗰度將耶穌釘喺十字架上邊，又釘咗兩個犯人，一個喺左邊，一個喺右邊。同釘嘅兩個犯人有一個諷刺佢咁話：你唔係基督咩？可以救自己同我哋啊！另一個犯人就鬧佢，就話：你咪同佢一樣受刑，仲未識驚神啊！我哋罪有應得嘅，因為我哋所受，我哋所做嘅相稱。但係呢個人冇做過一件唔好嘅事。耶穌，你得國來臨嘅時候，求你紀念我。耶穌對佢咁講：我確實話俾你聽，今日你要同我到樂園啦。小朋友，考考你啊！同耶穌一齊釘十字架嘅嗰兩個犯人，對耶穌嘅態度有啲乜嘢唔同呢？呢兩個同耶穌同釘十字架嘅犯人，對耶穌有截然不同嘅反應啊！一個就喺度取笑耶穌，問耶穌點解唔救下自己；而另一個就係知道自己所犯嘅罪真係配呢一個刑罰噶，但係耶穌佢係冇犯錯，偏偏又要同佢哋受同樣嘅刑罰。佢深深相信耶穌係神要立嘅王啊，更加求佢得國嘅時候要記得佢啊！耶穌從來冇輕看人嘅回轉，耶穌亦都係為咁樣而嚟噶，叫我哋有一日可以同耶穌喺樂園裏邊享受神嘅豐盛啊！而家就同家人一齊分享一下，你認為有冇一啲罪係太大，以致到唔能夠被寬恕嘅呢？分享完之後，可以一齊祈禱。天父啊，好多時我哋會意圖用唔同嘅方法去掩飾自己所犯嘅罪，求主幫助我哋真誠嘅嚟到你嘅身前，用你嘅光照我哋嘅內心，並喺你面前回轉。今個星期嘅信仰小練習係禁戒練習，學習忍耐同埋控制自己。不如今日我哋聽聽導師分享啦，佢哋嘅練習啊。Hello， 我係子晴姐姐。平時咧，我放工或者冇嘢做嘅時候咧，就好中意碌 IG 同埋一啲 reels， 即係啲短影片。睇完一個就會睇第二、第三、第四個，睇睇下就睇成個鐘，實在太誇張啦。所以咧，我決定咧要挑戰，每日咧唔睇 IG 超過1個鐘。剩低嘅時間呢，我決定俾自己對眼好好休息，又或者可以聽下歌啦，同埋花啲時間呢去祈禱。不過都真係唔容易噶，因為有時呢啲朋友呢又會 send 啲片嚟俾我睇啦，一定要抵抗呢個引誘。所以呢，我就決定呢叫埋我啲朋友一齊實行呢一個挑戰，一齊努力，一齊加油。